言明欺啊，同騙徒鬥智力一定唔可以輸。我係曾志偉啊，有懷疑記得打電話18222。今日咧好好咧，就同滅罪啦，同埋警方佢哋咧一齊咧過嚟全元朗咧就做一個防騙嘅宣傳啦。喂，嚟緊年近歲晚啊，Sir，我哋點樣要同啲鄉民講要注意嘅地方啊？臨近歲晚咧，最緊要就小心鎖好門窗啦，因為大家有機會離開屋企比較長嘅時間，10單有9單咧都係因為冇鎖好門窗，俾賊人有機可乘。歲晚啊，大家利是錢咧都會咧擺咗屋企㗎，所以冬防好緊要㗎，大家鎖好門窗。咁另外啊，都煙花、炮竹嗰啲就避免啦嚇，避免引起一個火燭啊，因為騙案咧就係我哋差唔多佔咗成一半嘅罪案咧，咁所以大家都唔好立亂相信人。如有懷疑嘅，打18222或者裝我哋嘅防騙視伏 app 咧，係可以幫你擋走好多騙徒嘅。提防騙子18222。呢度就係天水圍天悅村，係啦，呢度就係好多公屋居屋。各位天水圍居民啦，都要留意下一年近晚嘅時間咧，出入都要小心下。咁出門嘅時間咧，記得鎖好門窗，唔好俾賊人有機可乘。咁喺附近如果見到有啲乜嘢可疑人、陌生人嘅話咧，覺得有需要嘅話咧，就隨時報案。係喺呢度提一提各位住喺鄉郊區嘅朋友，希望大家發揮鄰里嘅精神。如果係發現咧地下大堂有一啲陌生人嘅話咧，記得要同我哋嘅地下大堂嘅保安講翻。近歲晚嘅時候咧，啲騙徒又會走出嚟，咁所以最緊要就係唔好立亂轉錢俾人哋啦。咁大家記得啦，頭先聽到嘅資訊咧，都要同你哋身邊嘅親戚朋友講，大家咧一齊咧就做好冬防。最後祝大家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，心想事成，馬年行大運。